來去高雄的南寶石大歌廳看這個歌星表演，聽主持人練笑話，是1980年代台灣上界派的娛樂之一。這導演楊力洲開2年半的時間，把這南寶石大歌廳這段上界青的過去翕做紀錄片，那有找真濟這歌廳小的名星來廣告，擱再透過着 AI 技術，讓大家會當擱再看到名主持人豬哥亮的身影。恁這囡仔聽過南寶石無？透過 AI 技術，帶大家再次聽到熟悉的豬哥亮主持。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邀請導演楊力洲，開2年半時間去收集記錄，完成這出高雄南寶石歌廳的紀錄片。透過這大牌名稱趣味廣告，帶大家鬥陣來去感受1980年代迄段南寶石大歌廳上青葉的歷史。天秀最輝煌的時候，1年300多工秀迄個除夕夜呢，曹老師用布袋里帶現金呢，5、6萬，當過了滿500萬，賽拖拉庫去壓錢。來南寶石看歌星唱歌表演，聽主持人練笑話，佇咧電視資源攏集中佇台北的迄個年代，無論應酬、約會還是家庭休閒，看一場歌廳秀已經成做上時行的娛樂。秀場內底是台灣的經濟，外面是台灣人的生活。這段台灣獨有的秀場文化，是真濟台灣人甲大攏也真少年的記憶。不過說從來攏毋捌有人用影像甲記錄落來，這嘛是翕這出紀錄片上大的困難。找無物件，南寶石迄個所在門口口到底生做安怎？我攏找無。阮對跳蚤市場找足濟老相片，對，再去摕用這種敢是？這是安尼，來講是，阮就豆豆畫。為無到有全國頭一出紀錄歌廳秀的電影，29要佇高雄辦首映會，4月70全台上演。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表示，除了紀錄片以外，嘛有電影同名專輯已經就緒。後續5月母親節假期，嘛有2場歌廳秀演唱會。毋茫透過各種紀錄方式，帶大家來認捌這段台灣娛樂史頂端正重要的秀場文化。記者郭家祖、顧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